歡迎收睇雪櫃冷知識。今條片會同大家睇下現今全世界最大嘅郵輪——海洋標誌號。其實網上面自經有其他香港嘅 YouTuber 介紹過呢艘船，不過人哋係從旅遊享樂嘅角度講述船上嘅各種設施，而我哋就會從世界之最嘅角度睇下呢艘船有幾多個第一。海洋標誌號係到2025年為止全世界最大嘅郵輪，係芬蘭建造，2024年12月下水，以美國港口作為母港。船嘅總長度達到1196英尺，闊度219英尺，等同4架波音747客機嘅長度，37架汽車嘅闊度。樓高20層嘅海洋標誌號，只差17米就達到美國自由神像嘅高度啦。郵輪可以搭載5610個乘客，同2350個船員。呢個海上龐然巨物，唔單止有多元化嘅康樂設施，亦配置咗最先進嘅航海設備。係碼頭上遠望郵輪，第一眼就被位於船頭上部位置，4層樓高圓拱形嘅玻璃幕牆所吸引。其實呢個係郵輪上嘅日光浴室，遊客可以喺任何天氣環境下坐喺沙灘椅上享受日光浴，或者懶洋洋咁坐喺沙發上喝一杯清涼特飲，一邊望住180度嘅美景，一邊放鬆自己。走到郵輪上嘅購物大道，你會見到一個名為珍珠嘅藝術裝置，圓球形嘅外貌，裡面裝有數以百計嘅白色面板，面板會隨着燈光嘅變化調整到不同嘅角度，呈現出波浪形態。呢個藝術裝置並唔係單純為咗美觀，而係結構上支撐着上面樓層嘅重量，同時間將船舶左側玻璃幕牆嘅光線引領到船舶嘅中間，等整個購物大道都充滿咗自然光。船上提供各種各樣嘅康體設施，籃球場、桌球台、迷你高爾夫，呢啲運動設施都算係現代化郵輪嘅標準配置。想刺激一啲，衝浪池、攀石場，仲有呢個全世界最高嘅海上飛索設施，離海平面47米高，感受心跳加速嘅感覺。阿瑩人就可以到船上嘅中央公園，呢度係全世界種植最多植物嘅郵輪設施，共33500棵植物。兩邊仲有各種餐廳同商店。表演活動方面，有可以容納1220個觀眾嘅主劇場，仲有溜冰劇場，係非表演時段會開放俾船上遊客進行溜冰活動。最特別嘅係水上劇場，呢個劇場提供高空跳水同韻律泳表演。舞台中間嘅係全世界最高嘅船上水簾瀑布，為觀眾提供燈光同聲音以外嘅特效體驗。有小朋友嘅家庭一定要到名為衝浪海灘嘅區域，呢個係專門為小朋友而設計嘅船上設施。兒童遊樂場、遊戲機中心、機動遊戲、糖果屋、包羅萬有，滿足咗小朋友嘅慾望。咁大人又有咩嘢好玩呢？咁就可以去船上嘅賭場、健身室、跑步徑，chill 下 relax 下。但要掃到船上最矚目嘅設施，一定係呢個17000尺、全世界最大嘅海上水上樂園。呢度擁有6條滑水梯、7個水池、9個按摩池，當中仲有4個世界之最。第一，呢個全世界最大嘅單一船上泳池，可以滿載4萬加侖水嘅皇家海灣。第二，全世界第一個懸掛半空嘅無邊際泳池，呢個泳池懸掛係郵輪上兩側大樓嘅中間，離甲板8層樓高，下面沒有任何支柱。第三，世界第一個海上開放式自由落體滑水梯，滑梯傾斜度達66度，俾遊客感受自由落體嘅感覺。第四，全世界第一個海上遠戰競賽滑水梯，
兩條路線不同但終點相同嘅滑水道，分別俾兩名遊客俯臥喺軟墊上衝落去，睇下邊個最快到達終點。咁豐富嘅設施簡直係將整個陸上嘅水上樂園搬到郵輪上面。海洋標誌號提供咗28種房間型號俾遊客選擇，我哋將介紹其中4種類型。海景房備有智能控制系統，一個面板就可以控制房裏空調及所有燈光設備。房裏配設咗多種電源插頭，方便唔同國籍嘅遊客使用。窗口位置被設計成獨立嘅空間，只需要把布簾關上，再打開電動窗口，就可以喺唔影響房裏其他人嘅情況下，享受海風。園景家庭套房雖然無海景景觀，但房間配有獨立嘅電視室，就算遊客喺裏面睇電視，都唔怕影響到正在睡覺嘅家人。複式套房分為2層，下層係特大嘅客飯廳、浴室同露台，上層則係睡房。家庭獨立屋套房除咗擁有複式套房嘅所有設施，更設有1層樓高嘅滑梯、桌球台、家庭影院，簡直係小朋友嘅天堂。今條片嚟到呢一度，喜歡嘅朋友歡迎 Like and Share，同訂閱埋呢個頻道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見。